陈辉啊，这批私盐我要治，你若是失时务啊，上好你是紧走，恁爹无想要走。好了，咱一向田无高，水无流。你顾你的插坤，阮行阮的水路，莫安尼小家啦。陈辉，你转去东岐风国，时先报官朝我的山寨，莫怪我劫你的盐。好良诶，有材料做你来啦，免伫遮哦，刷刷杀个几米拿啦。你娘！我看你一手过半暗，唔知死我。哪安尼啦？我已经照你的方，带人炸落啊，安尼就照片照行，遐样就是我的。土良啊！原来你就是甲官府交结，怪遐尼大胆，敢抢阮老大的货！小凤福气啦，真是来真好胆，竟然甲头提条定的盐私下贩卖。第一啦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啊，啊一盘盐我就提走啊，这两个啊交代互你办好啦。兄弟，走！土良你。好了，我予你机会帮助官兵盗了走私的盐款，就是要予你将功赎罪。哼！你竟然想要甲本官抢里头？朱德亮，你靠官势想要乌食乌，你娘！别拼，大家来拼！啊，紧来选，行！阿豪，后面嘞！无啦，这杀准啦，紧来啦！阿辉啊，紧走阿辉，紧走啊！喂，阿走！我甲人走私盐啊，去互官兵抢着啊！即马人已经去互掠去啊！啊，即马要安怎？走私盐虽然是死罪啊，但是去互掠去吼，关一个12、8年，迄是走袂去啦。而且阿母，你莫用牵连着啦，我看规矩吼，咱走来去台湾较安全啦。我不会啦，迄去台湾哦，爱经过迄个乌水沟，足危险的呢。哎呀，不管有危险无危险啦，你吼把我看看啦，去港边迄个所在等我，等我甲人救转来，再去接你吼，快紧啊！阿伟啊，阿伟！叫恁办啥代志，办个哩哩啦啦。迄批人即马上天度。哎，你老大啊！啊，若无官兵掠去，你无先问伊有危险无？反倒转来问我盐藏在倒位？你这个时代是安怎做的哈？我咧做啥唔对？我迄批盐伫阿南的西面国口价值，你知无？好，既然你安尼讲，我就用迄批盐，甲你换阿南的性命。你是咧讲什么笑话？遐物件本来是我的，你要用我的物件去换你的人，但是对唔对？老大，阿南是为着替你运输盐，才叫官府掠去呢。啊，你竟然来放话无爱管伊生死，我只好用这盐去甲朱德良迄个高官讲条件。小等，
你这个拍算要安怎？我要你甲我斗3工，救阿南出来。先算叫周老大遐水路朋友送阮去台湾。好，你先甲我讲，我遐盐你藏伫倒？等我上船，我自然互你知影。难怪祖公祖妈，你若是同意讲吼，我带阿辉去台湾，你就甲我引背哈。啊是恁要带我来去台湾，啊想说吼保庇阿辉，你就甲我先背吼。我冇听你这鬼人！弟弟，来，你跟我。同学，先给所有套裤。好好好。阿辉啊，咱要坐这台船去台湾哦。你免紧张啦，外海有大船伫等咱啦。好安尼啊，害我惊一个，我了主讲要坐这台船去台湾呢。哎，是单位啦。哦，去检查，看要走去倒。情是江湖变色路，天是迷雾，地是坡，风沙滚滚，中港岛，琴声悲鸣。花樽歌，
个，有人偷渡。我送你到这。是啊，啊，这是什么所在啦？有看你迄粒岛无？龟山岛，就是柑仔兰到啊啦。柑仔兰，啊，你为啥无走去安平、河北也是本港？为什么从来遮啦？恁是走路来台湾的咧？安平、河北、本港，迄歌兵是坐到到到遐咧。我若送你去遐，袂输送你去死咧。哇，好笑啊！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柑仔兰上花较安全是唔啦？柑仔兰遐才适合偌久，歌兵较少，当然嘛较无危险性啊。较无危险哦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同款是有危险就对啦哈。因两个是杀人逃犯咧，只要有歌兵的所在，当然嘛有危险。只要爬过就柑仔兰。好，啊，我要来走啊哈。这摆是安怎啦？要安怎？给兄弟。你是什么人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喂，你什么人？你倒来？我呀，阮为长山来啦。啊，你有倒带证无？倒带证？什么是倒带证啊？无倒带证，你若敢走来台湾，安尼恁就会偷渡的嘛？来啊，都甲压转去。你是安怎？安怎？我大概就迄个，伊要逃。大家休困者，你坐落。阿辉啊，这所在去味所歹呢。好，咱换一个所在休困。来。来抄咧山脚找大夫啦！好。有这间啦。水玲，哎，你要做啥？哎，少年来，紧去找大夫来啦！找大夫？啊，恁三个是对一个艰苦？啊，你是嘛少拖累啦，无看人病啊严重着，紧去请大夫来啦！诶，你是咧歹啥？大夫无伫咧，恁若遮有需要吼，去别间。谁讲我无伫？你做你去无用。大夫啊，赶紧的，阮老母吼发烧了真厉害，伫山来昏去，佮打袂起。烧到安尼。少年，你老母中着枪刀，中着枪刀，不要紧，上面哪只要紧，有
有性命危险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我会尽量啦，不过无在稳嘛。阿雄啊，你甲老药官摕倒总啊？大夫，枪刀敢真正遮厉害？少年，长山来台湾开垦的人，死伫枪刀的人哦，是袂算的。大夫啊，大夫啊，那是为了钱的代志啊，请你做你放心，钱我有啦。无论安怎，一定要甲我老母救啊，袂当会死的只啦。少年，这枪刀若要会好，一定要有青的老血，若无吼，那无是安怎啦？即马感觉人所有的药条，单单有大的，无青的，啊，所以药效吼，单来会当控制，无法度通根治啊。大夫啊，那安尼什么所在才有找到青老叶啊？青山哪来啦？你是讲有带一寡土人迄个所在哦？大夫啊，敢真是爱去青山拿来，才办得着青老叶啊是？这青老叶是因青番包槟榔在食用的物件啦，啊，伊个有预防这个枪毒的作用，所以因住伫深山内的这个青番，毋则毋惊着枪毒。药啊好啊。哦，好来，来，你这药啊甲灌去，啊少念伊水，啊少若摕着精神。不过恁要爱赶紧去找青老叶哦，若无迄毒气若赶入去这个气经，啊，迄就无药医哦。多谢你啊，大夫。哦，等下伊若精神，你就用甲插灯去厝的休困。无，稍等，大夫啊，歹势，拜托，我会当甲我老母留喺遮休，等我来去办青老药倒转后，我再去带走。袂用的啦，少年，毋是我毋肯，我这是点头，人来客去袂方便。大夫啊。哎呀，迄张卫生跟你做工的咧。边仔迄张相嘛，足想你。那安尼，哎呀，根本是公务要掠来。真歹势，约你谈判，我心原来咧想讲你绝对袂敢来，想袂到你原来是好汉，骗我较早到。有啊，台长，莫点啊沙沙沙啦啦，有啥物代志吼，破面直接讲。真好，恁清源社社员拍上阮昆剧演的这状元，佮叫人将我大地主踢落这田地，这两项代志，你毋知要哪交代？好，我即马就互你一个交代。第一，恁昆剧演挡着阮清源社的水路，5万拍上恁廖坤，这是一个警告尔。日后若佫发生这款情形，拍死虽然家己扛当去台。师傅啊，免甲伊讲较济啦，先甲5万掠倒来解释再去讲。动手掠人！爷爷，安尼你看有清楚无？姐，紧啦紧啦，社主甲规间的人我拼起来啦！啊，伊毋是讲着要去甲人谈判，哪会甲人拼起来啦？我免来知啦，紧来去啦，哪行我老讲我你听啦。恁家己练吼。紧来啦紧来啦！小就较安全啦。哈南啊，我看规矩哦，咱来去带客栈，家母安顿就好，我才会放心来山内办老药啊。阿辉啊，阿母的身体无要紧啦。我即摆上烦恼的吼，就是迄官府的人要掠恁两个呢。咱若去住迄客栈吼，迄足危险的啦。好啦，我看哦，啊是你留来照顾阿母，我去山顶办老叶啊。免啦，啊山内遐师傅。阿母，妈，哎，
好呀，你这人真奇怪，弄到人个无回事，卖走！阿兰，哎呀，阿兰！卖走啊！哎，你走！阿兰，哦，原来是两挂人在车边。大叔呀！你向哪打我动手？卖歌队无客气。讲话，你的骹手确实袂歹，值得人学咯。也毋过你搁敢用身躯也是肉做的，你若是搁敢出手呢，我就互你头前头后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若是搁敢出手呢，我就互你头前头后。我大长，你这个小人，你别跟你比啊！见笑，两个查甫人你抢提走啦。是啊。啊？阿母你小讲。哎，阿辉啊！阿辉啊！阿辉啊！你这是？火枪是真简单的物件，即马咱摕来，对方绝对袂先把干净。即马交你，以后要安怎处理，那是恁的代志。阿母不要。小等咧。阿母啊，你人也无爽快啊，较早休困。好啦，头吼，咱自长山来到台湾这几工啊，你甲阿南啊吼嘛无好啊困者，无安尼啦，大家较早休困咧吼。好。阿姆较早休困咧。好好。明日透早，我来入山去跟老友啊，万一有啥物相同问题，阿母你来甲我照顾，安全保护伊，转去接受，知无？你放心啦。那即马要安怎？较早厝内底查某人无一个表现到的，外面拖到即摆还阁唔过我。即摆忽然间出现这两个青仔长，生做表现到就输啦。万一外面若无小心去遐杀着，安尼我就赔你啊！袂用紧，一定要想一办法甲你赶到我会使哩。换破裤没关系吼。是啦，我讲你，你较早起来，你有看到阮阿南无？无呢。无。是安怎了？一定偷偷入去山内啊，去替我班老休啦。
走对，敢要顶你？我救你啦！干嘛？哎，你是安怎？我救你，你敢跑？你这车长，读看我细身躯，都不要笑。呀，你伫身躯啊？哎呦，歹势，我唔知啦。你这个白人啦，总会抢阮的土地，阮的金，抢阮的茶，你根本就是要来卖阮的酒。什么叫白人？白人就是恁汉人讲的歹人啦。无啦，我有你误会啦，你听我讲啦，我唔是白人，我是好人啦。唔是，我是好人啦。我跟你无共款啦，我是来办老乡啊，阮阿母吼得着酒毒，我来办老乡啊替治病啦。你上好是甲因走，若无等阮的人来甲你掠，你就知死。我跟你讲，我今日刚来，我就唔惊死啦。你上好甲我讲清楚。我的兄弟是不是叫你做人掠去？我唔知啦，就算讲我知影，我嘛袂甲你讲。你唔要讲，你会真歹看哦。我是安怎歹看？因为你的衫伫我的手头啦，即摆吼你无穿衫褪光光，你会真歹看。安尼我敢会真歹看？通缉犯单位李人，全州犯未输杨苦宝，杀害杨克书的大善。师傅啊，你看这两个人，敢会是替千万社出气，要甲咱做对迄两个人？啊无你是把酒叫喇叭搞掉了。啊，这图内面画，甲伊两个少年差遐尼多，哪有可能会共款？师傅啊，这绝对无共人啊！看这图画就是无假实，也毋过即马袂个讲无可能。阿某，去甲5万也来。小等咧。好嘞。 5万，而且拄到你，唔知是你歹运，还是我好运哦。恁两个，我单抄一个，算我歹运，我先互恁过。唔通伤过分哦，是我要先互恁过哦。啊，无你到底想要安怎？阮师想要甲你见面，麻烦你带阮转来昆怡园做客。行啊！这，像阮阿爸阿爸。大叔呀，这衫我袂起来，我看吼，赶紧啊放掉啦。安尼就放人，我做袂面子的呢。大叔呀，这么无放人吼，较等下搁较无面子。好啦，我话你。 你若是甲迄天哦，替恁青湾社出头迄两个少年人的经济讲我知哦，我来放人。了啊无，凭你吼，还阁无出去甲我讲条件，人你到底要放啊唔放？啊？放人？姐，紧讲啦，啊无这个手骨会向拗转啦。恁母较好就了无？你也敢来我地盘甲插手？谁啊？手啊！我打麻将。阿班啊，你叫人来送等去昆怡园。哦。大孙啊，咱等来厝的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个清楚。是要参详还是要陪会？陪会啊。安尼我唔等。你目睭巴安尼认啦，迄陪会大概我嘛陪输你。啊，唔管啥物代志吼，你做决定就好啦。大孙啊。 哎呀，大孙啊，行啦，大孙啊，有有人来接你啊，你家己等。好啊，蔡头金啊，想要走去倒啊？啊？了无？
拄才看你安尼要死动嘿，这么头头搁接饱哦，啊你明明甲我装笑的。唔是甲你装笑，是要甲你骗来军演，好好啊领敌一个。你，老金，师傅啊，你是清源社这社主，甲一个下骹手人起骹动手，安尼敢袂失去你的信用？我是咧替你教一只小狗，你应该感谢我唔得着，啥物讲我无身份？拍狗嘛，都爱带念珠啦。你伫我的面头前驾驶我的人，安尼你就是无互我面子。去我台中，我这个人一向哦，拢真爱替人顾面子。不过我若看到你哦，都真袂爽，所以袂见互你面子。安怎？你要甲我赔偿呢？我毋但要甲你要钱，还阁想要甲你掠你。来，阿等下昆剧演好，我甲交代者。是。草是袂用将外人带转来。中老，我毋是去出草啦，伊是琴日咱地界叫咱掠转来。那安尼嘛袂使将人带转来，安尼是会叫责任处罚，应该当场处死。公主，公主，谁出事？公主，是安那袂用去处死？当然是迄个白人。讲袂出来吼，人就爱处死。是你？无安怎？看我无死，你真失望是？你要创啥？掠你啊！掠我创啥？掠你做啥啦？你是公主，你的身份特殊，你的族人一定会爱惜你的性命。我的兄弟去互恁掠去啦，掠你来换我的兄弟，真拄好啦。你阁真巧，知影我是公主，但是你凭啥物认为你掠着我？你想好莫乱来啊！你想莫乱来，还是你讲，我就死互你看。我就唔相信你这个环保这么有气魄。大牛，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就唔相信你这个环保这么有气魄。公牛，公牛，你安怎？你来这里讲啦！公牛，这时代我唔是调教伊，这唔是我的本意。我从来都无想要伤害任何人。你快啉来吼，快啉来，快啉来，我甲你灌卖，吼，快啉来。我安怎？你看我无死，你真失望哦。啊，你嘴甲火。槟榔啊，是阮族内人上爱食的水果，毋是花。一天互人骗一摆叫做戆，也是一天互人骗2摆哦，叫做戆大呆。你，哎哟，莫生气啊啦！讲实在，你这个白人甲别个白人无共款哦。你较善良，嘛较有良心，要无我嘛骗你袂着。白人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陈辉啦。你这个环保，问遐做要创啥？今仔日落在你的手头，要抬就抬啦。规定会当甲我兄弟死斗阵，我嘛无啥物遗憾的啦。只是死在你这个环保的手头，我真唔甘愿。动手啦！我无要抬你，等到我要救你哦。我跟你讲啊，有一相片，我就死，才后尾破开。你听捌我讲的话哦，
安尼上好啦。我甲恁讲，我用恁公主的命换我兄弟，免收啊！白人，等下，老爸，阿妹的命较重要啦，紧叫人放开啊！我阿妹，赶紧啦！放人，是，紧的啦！从阿妹放来，真歹势，等阮安全离开这，我自然会放人啦。你这白人讲伊遮无信用，冇唔对啦！这个时阵哦，性命比信用较重要，咱来走。行，等下，只要你将人放开，我保证你安全离开啦。哼，你莫听他白讲啦，这番仔讲话拢无算话啦，行行。不要！我是啊！我是啊！老爸，弄出来唔是一个决定，就可以用法到孙亚来做约束。这办法真好，伊马古老家拍压咱的地勇士，咱就放因走；若是拍输，人头留落来。你，我答应。白人，你是地勇士。吴姑娘，我是阮严主吼，叫我来通知你，夜火前去换蔡社署回来。啥？你是讲区台中将蔡金掠倒当军医院？是啦。你是怎样食人亲家？好，你等甲区台中讲，我夜火前去换人。啊，毋过万不哩蔡金若是有啥物事搞差，我爱陪你陪我一斤。白人，阿妹，什么代？我知影你爱留出来叫你阿母，谢你。阿妹，多谢你，你是一个真好的姑娘，甲你做人拢无共款。啊，搁有咧？啊，搁有，你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。啊，搁有咧？啊，搁有，后摆莫搁叫阮白人，我叫陈辉，伊叫阿南啦。啊，搁有咧？啊，搁有啥啦？迄边就紧来行啦。等下。青番，看唔见见笑。青番就是青番。你讲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蔡社主，蔡头巾啊，哈哈哈！欢迎你来阮军医院做客。来，
这杯烧酒，我也敬你。把迄两人的金底讲出来，因即马到底住喺倒位？恁老了啊懵，你食恁爸真够。我毋是干那食你足够，若是有机会哦，我连5月娘都食来斗啦。你讲？哼，伫我了啊懵的心目中哦，世间事无啥物敢也是毋敢的，敢若是看我袂啊唔啦。你去死哦！大叔呀！好，大叔呀！哎，紧走，行啊，紧走。我对你摇尾先来换，你才骗我开始。3更半暝你就想要来娶人，安怎？暗时也无人困袂起，当是？副大长，枉费你是军艺院的院长，感骂人的名誉，你叫你讲话亲像狗咧吠的。好啦，平后话莫讲遐尼济，物件摕出来互我。真歹势，火情吼是要留喺甲你谈判水路的物件，今仔我是来娶人，唔免用啊遮重你。好，你既然甲无野火情来，两个人拢甲我留落来。是。杨兰，你后日创啥个啦？遮无你的代志，你入去，火情我。阿弟啊，你情况下人拢甲安尼前门大呼，我敢会当放点唔管？我等下你开枪啊！大娘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你叫小我唔敢。哎，杨兰啊，干迄个囝都唔通出人命啊！阿弟啊，你免管啦，若无因一个教师，搁来做咱好欺负咧。有啊，大长，你真够教囝，教一个出手比你较凶的。你要找死，恁今日无机会啦。兄弟，你若要开枪，你对我开枪。好啊，你若唔惊死，咱来试看卖啊，看是你走较紧，还是我来冲刺较紧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我强个从下接人啊！香港了，我的亲戚无是目睭哦。啊，你这死查某鬼啊！你咧变啥物狗人？你人家放走去，我的火情在5月娘的手头呢，安尼我就摕袂倒转来。阿爹，我这是咧替你做人情呢，这毋是啥物代志，哪需要不甲遮尔啊大啦？你哦，我会互你气死啦你。好啦，莫生气啦吼。天已经暗啊，好困啊啦，我嘛要来困啊。杨兰，阿爹，你若遐尼爱火情哦，哎，这支互你啦。我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就咧抓漳州来的逃犯啊！来，先生条，先生条。哦，恁两个少年的心肝真好哦，甲斗刹车，搁互安尼坐，真多谢哦。你啦。哦，真好大胆哦，袂输盐，搁抬干冰。阿伯，
车，你的车无要紧，阮甲你修理就好。嘿啦，来，好，你看快点哈。家人们真热心哦。哦，多谢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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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，哎，你，喂，你来，莲花馆。快走！咱是你当回礼人。快走！快走！快点了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你爹啊！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